利用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 说，请搜寻朗读易经正式上经第一册，在荧幕正下方中间圆形的键子长按，然后说 OK Google 请搜寻朗读易经正式上经第一册。这样那怎么做啊？善书图书馆分享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，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，简体，易经正式上经第一册全译大旨和图洛书，列圣名称，宗主，福圣宣圣，孔子父圣，颜子宗圣，岑子述圣。